你好，老友記，今日介紹個湯水呢，好容易做㗎喎，好啱一家大細食㗎。咁呢，呢個就係紫菜湯。咁紫菜呢，好高嘅碘質、維生素，仲有礦物質，咁佢可以維護甲狀腺嘅功能，同埋促進心血管嘅健康，因為裏邊含有好多嘅 Omega-3 嘅脂肪酸。可以降低三酸甘油脂同埋膽固醇，咁亦都可以改善腸道嘅健康，預防便秘。咁裏邊仲好多含有鐵質啦、鈣質、維他命 A 同埋 B 群，咁好有豐富嘅牛磺酸，咁可以幫助造血、抗氧化同埋改善記憶力嘅。但係碘質過多呢，亦都會有風險嘅喎，會引致甲狀腺問題，所以食用方面呢，個份量呢就唔好太多啦。咁同埋呢，如果係腸胃不適啊、容易肚瀉嘅老友記呢，咁就食少少啦，又係嗱，我就將呢個紫菜湯呢做得豐富啲，我落咗啲腐皮，因為腐皮有好高嘅蛋白質，同埋有番茄。番茄有維他命 C 啦，幫助我哋身體嘅皮膚呢生長得靚啲啦，又有美白功能嘅。咁仲有啲豆啦，四季豆，咁我淥一淥又擺落去，咁好高嘅蛋白質嘅豆都係，咁又有瘦肉啦，落少少瘦肉，我仲加少少淡菜仔，等個湯香甜啲。老友記，其實都係10零分鐘就做起㗎啦。我哋要好好愛惜自己嘅身體啊！下次再介紹其他湯水俾你啊！記得跟住嚟做啊！嗱，鍾意我呢條 channel 嘅朋友請 subscribe、share 同埋 comments啊！再見，拜拜。